咁呢條褲咧係免燙嘅質地啦，完全唔需要燙嘅，同埋咧你望到佢個垂感係非常之高啦，所以着上身呢個效果咧係非常之修長嘅。咁我同阿 Yan 咧，阿 Yan 而家着緊咧係中碼長版，佢係29腰38寸 pat pat，同埋佢腰身位置個彈性咧係非常之大。咁同埋今年嘅設計咧同上年少少唔同，上年咧我係做咗一個反內折嘅設計嘅，即係咁樣就車實嘅。今年咧就冇車實啦，就沿用翻24年嘅設計，橡筋邊，因為呢一個設計咧相對性會更加顯瘦啦，同埋咧你會望到而家呢啲位置咧全部都係有少少帶鬆身嘅，咁所以着出嚟個效果咧，如果肚腩大咧都完全唔需要擔心，哇會唔會好包覆啊？唔會有呢種感覺，因為佢個橡筋位係非常之舒服嘅。我有客人咧，就算佢係33、34寸腰咧，佢着中碼咧都完全係 carry 到着到嘅。咁當然唔太建議啦，如果你33、34度建議着大碼 size 㗎啦。咁熱賣連續係4年都係銷冠嘅一條褲啦。咁呢條褲咧個質地咧，我想講係咁多款入面咧個質地係最舒服啦，亦都係喺客人嘅回評價裏面咧，亦都係最高嘅。每一年咧，其實客人都話我許願想要翻呢條褲呢個質地，呢個質地咧佢好嘅地方係咩咧？第一，佢一年4季都着到；第二咧，佢嘅透氣感咧其實係非常之舒服，就算可能你炎熱夏日可能30幾度咧，你着上去都會覺得有啲冰涼感。但係神奇嘅地方係，就算你好凍嘅天氣咧，你都唔會覺得佢有好似好冰涼咁。所以我話呢一條褲點解一年4季都着到就係咁解，亦都係可以話咁多年嚟點解佢黃牌嘅原因就係因為無論佢內着度啦，佢嘅舒適感啦，再計埋佢咁多款嘅唔同嘅顏色，其實佢嘅易襯度啦，同埋佢本身個質地咧個版型咧都係非常之百搭嘅。而家着緊呢一條褲咧，佢係淺灰色，係新色嚟嘅，佢係非常之高級感嘅。咁我之前過往出咧，係一啲天空藍啊，或者可能一啲淺紫色啊。咁但係呢一條咧嘅淺灰色咧，即係我形容俾你聽，好似韓國好多時候佢都會用到呢一種淺灰色，係非常之特別。即係佢又唔好似白色咁啦。咁我而家呢一條咧係白色，佢呢條咧係淺灰色。所以咧，我話如果可能本身中意啲淺色嘅話咧，我會強烈建議你哋可以揀呢一條。呢一條係大推，即係我覺得個顏色啦，同埋佢成個色系色通咧都係非常之易襯嘅。咁佢 total 咧，我而家做咗係5個顏色啦，包括有細、中、大、加大同埋2加大嘅 total 係有5個 size。咁但係留意翻啦，淺色咧我就冇再做加大同埋2加大噶啦。咁淺色我淨係做咗細碼至大碼嘅啫。咁所以如果可能你真係好中意淺色嘅話咧，咁我會建議你哋記得把握機會要入淺色啦，因為我唔係成日都會做淺色系嘅長褲。咁我而家咧就着緊黑色嘅中碼啦。咁你會見到咧，我係有接咗一接嘅。咁黑色腿呢個咧做翻黑色橡筋。咁你接完，我哋應該唔接先，唔接嘅長度咧係大概係咁樣啦。咁我講緊我着緊厚底鞋，但係咧你可以咧接一接啦，如果你唔想要佢咁長嘅時候，咁你就可以接一接，咁我就會相對長短啲咁，但係同時間嘅浪咧都會短咗嘅，咁呢個都需要留意一樣嘢啦。咁同埋咧佢係有好強嘅彈性嘅，因為啦都會係有少少鬆動嘅位置，唔係完全貼晒嘅，都係做咗有2個袋嘅設計啦。